国小105年度儿童节庆祝活动暨模范生表扬活动，活动开始。好，在活动开始的时候，来，我们请全部的小朋友起立，包含我们的老师们，然后我们请我们幼儿园为我们带来带动唱，大家先活动活动关节，来运动运动，打起精神来哈。来，那个位置会撞到人的，自己瞧一下哈。对，来，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台喽。我们先一起来动一动哦，才会有精神，要不然有些人那个口水还在脸上，对眼睛还很肿。准备好了吗，小朋友？幼儿园的小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好了。好人吗？好了。好，很好。你要宣导。来，跟着动哦。好，张开一点哦，小朋友，张大力一点哦。来，好，擦步走，打屁股。很明显，那个韦老师应该有在健身房有兼课哦。别起来。踩，来这一圈，擦玻璃，擦玻璃，继续擦，玻璃很干。划船，失恋的小人，我们都踩跑；不好的运气，统统都踩掉。太多的烦恼，如果你不会这样，就一直踩哈。快乐的节奏，我们踩起来！来，继续踩。所有不爽不快，一脚厉害！踩，加油！转一圈，继续踩。来，甩开一脚，踩。转一圈，再转一圈哦。好，掌声鼓励鼓励。小朋友有醒了吗？来坐下，请坐。有醒了吗？有。看来呢，我们那个母亲节活动的时候，幼儿园可以带替本上来表演了吼。那个韦恩老师应该有在健身房有兼课，很厉害。好，接下来我们的主持棒，大家都清醒了哈，专心听了，我们主持棒交还给我们的主持人。接下来我们欢迎校长为我们致欢乐美丽词。
请掌声欢迎。没问题，还有哈，相关所发秘书，还有依婷小姐哈，还有各位同仁、各位小朋友，大家早安。早安。好，大家在每一年的4月份都很期待一个属于自己的节日啊，但是呢，在4月份刚好4月1号之后我们要放假，要放假，所以我们提早过了这一个儿童节的活动。那今年儿童节的活动哈，特别哈，非常特别。老师们呢，为了要孩子们啊，要让你们都能够在今年度有特别的一个回忆，所以呢，办理了很多有关一些趣味竞赛，还有益智游戏的部分啊。所以小朋友，待会儿我们整个表扬活动结束之后，你们一定会有不同的一些活动啊，那所以请小朋友敬请期待。那今天的儿童节活动当中，校长要送给小朋友几句话，要送给你们几句话。好，挺胸，挺胸对，好，来，忍耐5分钟，校长有几句话要送给小朋友。第一句话，第一句话。请你们要保持健康，要健健康康、活活泼泼哈。这句话呢，很像很老调哈，很像很老调。但是呢，我发现到我们小朋友这几年啊，尤其是这一段时间啊，我们常常生病的同学很多哈，生病的同学很多，也是因为我们的气候关系，或者是说越多的一个病毒越来越强我们发明了一个抗体的东西之后，病毒更强，每一年的病毒越来越强。但是呢，为什么校长要特别把健康放在第一个所以要请小朋友是说，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我们才有更多的力量更多的体力去学习。你有健康的身体，健康的心理一样，我们也可以做更多的一个学习所以第一个一定要保持好自己的身体健康，身体健康都要多运动、多活动、多的去到室外去做一些健身的一个活动、一个运动。那如果我们每天整天在家里看电视一直看电视，死守着电视的话呢，你的眼睛也会受到伤害你的身体呢也没有运动，你的整个在发育期间也会受到限制。所以第一个一定要多运动、多活动，然后才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健康你才可以很活泼、很有活力的来学习。所以第一句话送给小朋友，我们要健健康康、活活泼泼的学习。那第二句话要送给孩子们第二个要送给你们是努力学习。一样校长你每次都这样子说努力学习。一句话的一个重复，一句话的一个出现，表示说我们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因为从你的身上，校长觉得你的进步期望还有更大你还可以发挥更多，所以我还是希望送给你一句话，要努力学习你有认真的我发现你们都很有认真，但是你对自己的期望不够高对自己的要求不够高。如果你对自己的要求有一定的高度相信你会有更进步。今年你说我要80分我们刚刚考完第一次月考，我们要设定我是90分的话，你一定会很努力很拼命的去念所以你要给自己一个高度的期望要对自己要有一个高度的目标，要对自己要勉励，要有理想，这样你才会有进步。所以第二句话要努力学习。为什么再重复？就是要让你自己说，我要有更高的期望，更高的理想，我才可以努力学习。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我要特别送给小朋友是，希望你要多多的阅读今天我们这个学期，你看看我们整个角落你转角、转弯处都是什么？都是书。
转弯处都是益智，对不对？就是要让孩子们，你们不管到哪一个地方，我今天不想到操场打球、踢足球，那我就喜欢在我的转弯处找到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随手拿一本书，然后阅读。还是希望你们多多的阅读。你阅读，你看到的字越多越多的时候，你不认识它，你就会强迫自己去翻阅字典，或去问同学说：“哎，这个怎么念？它是什么意思？”这样你就会有进步。所以老师们这么用心，把每一个转角的一个地方都设计得非常让你们觉得很舒服的地方，那你就要善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多多去阅读，这样我们才会增广见闻，你的知识才会进步因为我们的知识不是只有从我们的教科书才可以学习得到，它是从很多很多的杂志或其他的课外读物才会增广我们的见闻。所以第3句话是要请小朋友要喜欢阅读，多多看书，多多的去了解很多我们教科书以外可以认识的知识。所以第3句话虽然只是平常我们常常听到老师们说，但是我还是要提醒，要送给你们，希望我们在今年度有这样更大的一个进步，更大的一个空间，让自己有发挥更多的一个才华。所以第1句话再重述一次：健健康康、活活泼泼的。好，第2句话就是要努力学习，给自己高度的期望，让自己达到更高的一个成就第3句话是要喜欢阅读，每一个转弯处都是我们阅读的一个好地方。希望你能够透过阅读来改变自己的一个气质，让你变帅、变漂亮这3句话再次送给我们今天这一个特别的儿童节，希望我们彼此勉励，彼此进步，让雾台国小去哪个地方都是受欢迎的地方。那我再分享一个小故事。今年马教国中特别邀请校长去选百合公主跟云豹王子那百合公主，去年我们的百合公主是谁是我们的校友颜玲，她非常特别，让人家喜爱，她多才多艺然后今年呢看到有云豹王子的出现，是我们雾台国小的校友也是一样。所以他们都说雾台的孩子非常乖，然后又很有学习力。那校长呢？我是雾台国小的校长，很有光荣所以小朋友，你在这里学习到的相信你在国中可以让别的老师、别的同学从你身上学习到更多所以希望小朋友不要小看自己，让自己变好的话，就是要努力的学习今天校长特别在这个时间，要让你们都能够有牢记一些校长互相给你们勉励的一些话语希望我们彼此的进步。好，那今天校长特别用这样的一个时间跟你们做分享。那今天我们很难得有这样的一个神秘嘉宾我们的神秘嘉宾是我们的巴叔叔巴哥哥巴叔叔。那乡公所的业务很忙，但是呢，他真的是很用心从校长来到现在，只要是邀请他来参加任何我们学校的活动乡公所我们的巴叔叔都会来帮助小朋友，很多很多的一些物品资源等等，都是透过巴叔叔来帮忙。也今年度怡婷我们乡公所怡婷小姐也是一样我们上个礼拜的崇光女中崇光女中当然了很多礼物要给我们，也是透过怡婷小姐的一个牵线才能够有收到这么好的一个礼物。在此也代表师生来谢谢怡婷，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好机缘，好的一个资源提供到我们学校。那我也要请巴秘书来为我们小朋友在特别的日子来勉励孩子们。好，我们热情欢迎我们的巴秘书。陈校长，在座的各位老师，
各位学弟学妹，大家好。好。首先恭喜我们的模范生哈。那没有得到模范生的也没有关系，还是有机会。那我今天代表我们乡公所带了一份很大的礼物。那这份礼物是5颗星啊。那第一颗星就是我们的各位学弟学妹们，你要有爱人的心哈，你要爱人我们的其他的朋友才会爱你。你要爱你的家人这是送给各位第1颗星。那第2颗星呢，就是要有快乐的心要快快乐乐的在学校，在快快乐乐成长。那第3颗星呢，叫做创意的心。那我们在学校呢会碰到很多的问题，那你要用创意来去解决你的问题，也可以用创意解决你在家里的问题。这是第3颗星，是叫创意的心。那第4颗星呢，叫做服务的心。你要有愿意服务给你的同学、你的家人你的同学、你的朋友才会愿意服务给你。这是第4颗星送给各位。那最后1颗星呢，刚刚校长有特别提到，叫做学习的心你要努力学习你才会成长，才会学到很多这5颗星是送给各位。那最后呢，祝各位儿童节快乐，谢谢。今天秘书很特别，送了5颗星给小朋友希望我们这颗5颗星永远记住在我们的心里头来努力。好，谢谢。让我们再次掌声感谢校长。好，小朋友，校长有勉励3个哦，老师再帮你们复习3个，哪3个勉励？要努力。第1个要有健康的什么？第2个要更高，给自己更高的什么？期望要怎样努力？然后第4个要多多阅读哈。然后秘书又送我们5颗星，是哪5颗？第1个是爱人的心，还有快乐的心，然后要有创意的心，还有一个是什么？服务的心，最后一个是什么心？学习，好，很好。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学生代表杜谦来叙述儿童节的由来，请掌声欢迎。校长、各位来宾、各位老师、主任、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是1年1度的妇幼节，在民国82年以前，这一天叫做儿童节，是一个完全属于儿童的节日。从民国82年起，政府将妇女节和儿童节合并为妇幼节。所以以前的3月8日妇女节和4月4日儿童节并合并成为4月4日妇幼节。不过对于儿童节的由来，身为儿童的你可不能不知道。西元1925年的8月，世界上54个不同国家的儿童代表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儿童幸福国际大会。在大会中通过日内瓦保障儿童宣言，这个宣言强调儿童精神上应有的享受，贫困儿童的救济，避免儿童做危险工作，儿童谋生机会的获得，以及怎样教养儿童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方针，并且受到各国肯定与支持。会后，各国先后都制定了儿童节，例如美国5月1日，英国7月14日，日本3月3日女儿节，5月5日男儿节。各国都不尽相同，而我国的儿童节是
在民国21年，由政府明定4月7日为儿童节。往后每年的今天都有许多相关单位会举行各项庆祝活动，让主角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一起共度愉快的一天。由于儿童的心生发展尚未成熟，因此在这个重要的成长阶段里，都应该受到各种适当的保护。近年来，儿童权利备受重视，我国的政府与有心人士大力为儿童争取权利，推动儿童福利法规的制定，但各国相关单位缺乏执行能力，导致无法保障儿童权利，以落实儿童福利立法的精神，希望在21世纪里能唤醒更多人对儿童的权利重视。好，我们的杜谦准备很久哦，他很紧张。来，再给他大声的鼓励好不好？好，谢谢。好，那个儿童节在几月几号4月4号。好，现在应该要叫妇幼节了哈。儿童节除了要让小朋友玩得很开心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是什么？我们之前2公约宣导有讲过，我们要唤起大家重视儿童的什么？权利后宣言呢？你要宣誓吗？不用。好，我们感谢杜谦浩。颁奖，首先我们要颁发的是班级模范生。胡甲、董家恩，学习热心积极，成绩优良，有礼貌，深得师长喜爱。4甲赖国恩，学习认真，做事情负责。3甲潘恩汉，热心助人，主动协助师长同学，孝顺父母，分担家事，照顾长辈。2甲潘恩在，热心温和有礼，会主动跟师长问好，认真学习并听从老师的指导。1甲罗英琪，尊敬师长，有礼貌，经常帮助同学。幼儿园许少奇，平时会帮忙弟弟妹妹们和老师的忙，喜欢帮忙别人，精神愉快，态度乐观。我们有请校长颁奖。谢谢。预备，唱。真的了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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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真的了不起，真的了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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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那个奖状带到前面，来靠近一点，来少奇挤进来一点，靠近一点，靠近，往过去，慢慢过去，对，看前面。西瓜甜不甜？甜。好，小朋友再一次鼓励我们今年的模范生。好，我们恭喜他们。殷琪、恩在、恩浩、洪恩、贾恩、哦，恩在、恩浩来，好，再次恭喜哦。好，掌声鼓励。好，刚才小朋友唱歌，有些人没有唱哦，大家有没有糖果吃哈？老师帮你吃，如果不唱歌的话，老师帮你吃糖果，OK 吗？不 OK。
接下来再来我们要颁发的是乡模范生代表6甲结缘，在宿舍中协助这些阿姨忙家事，也说出照顾学弟妹妹的生活起居功课，是优秀的主角。好，那么请方医师来颁发乡模范生。像小姐了哈，结语啊。接着我们要颁发的是县模范生代表6甲杜杰仪，学业表现优良，成绩优异，体育竞赛成绩亮眼，县域60公尺全县第6名，中小学联域200公尺全县第4名。我们请校长颁发。开始。好，小朋友，现在校长再特别跟小朋友来报告一下，我们今年度的县代表模范生。我们校本部是杰仪，校长回忆，我刚来到现在，当时候杰仪是2年级，对哈，当时候杰仪是2年级哦，一直到现在6年级，小朋友他在各样的表现真的都很不错，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哈。然后他从2年级开始哦，校长一直以为他是3年级的学生，因为他怎么样都很主动，然后呢也自己在自己的课业上也会很努力、很用心，也会照顾很多的弟弟妹妹如果你是这样的表现，校长真的是非常赞许那希望小朋友你离开我们乌台国小到国中阶段，希望我们6年级的小朋友们一样都要保持这样的一个态度跟学习的心，来让自己更进步更好。他们4月1号呢要去接受县代表模范生的表扬，那时候呢是县长会亲自颁证我们的模范生。好，我们再一次恭喜杰仪荣获这么高的一个成绩。后面在做县代表模范生的我在国小的时候轮不到校长所以我如果能够当模范生那应该是非常棒恭喜恭喜杰仪谢谢。来，再次掌声鼓励。颁发儿童节纪念品，请各班班长代表上台。我们有请校长颁发。好，我们要来颁发我们的儿童节纪念品哦。请每班的班长上台，没有上台的那个班就不要领哦。来，1、6、1、2、3、4、5、6。哇，跟我比1年级的还矮，围裙太高了，正妹。好，小朋友来注意看，今天校长我们学校特别送这一个环保的汤匙、筷子跟叉子，希望小朋友都能够携带在自己的身边每天都要放在书包哦如果你到外面一样，这边有一个袋子，都可以带在你的包包里面，因为我们现在推动环保，推动个人卫生。那希望你在公用的公共场所都可以使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礼物那希望小朋友要珍惜它不要明天就不见了就是老师们挤破头脑到底要送给你们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好，那希望小朋友能够珍惜它，这是今年度我们的儿童节每个人的一个礼物。好，送给每一个小朋友。预备，开始。我们的了不起，真的了不起。
来挤一点，来靠近一点，靠近一点，靠近一点，中间靠。来，这个位置换男的胸口，男的胸口。好，看前面，玉泉哥哥，好。希望小朋友好好珍惜。来，为自己拿礼物拍手啊！领奖之后，让我们来开始最精彩的歌唱比赛。各班会先行演唱指定曲，接续再带来自选曲。好，小朋友，我们要来开始我们的歌唱比赛喽！我相信各班从昨天开始就拼命的在练习，对不对？应该说从上礼拜开始。好，游戏规则，每一班要先唱指定曲，对不对？有没有练？然后再带来各自的自选曲，对不对？哦，我发现很多班，有的班还有 rap 哦。有 rap 的，然后又有混音的哦，大家都很拼，对不对？看到后面的礼物了有没有？有。那是6年级的，你们会输。哎，好，准备好了吗？好，那我们开始。欢迎。来，首先上场的是。来，1年级小朋友深呼吸，深呼吸，不要紧张。主任讲说我们要准备唱歌。来，台下的观众要怎样？要不然你们表演的时候人家会很吵，馒头。紧不紧张？期不期待？你们看后面的，开不开心？期不期待？刺不刺激？刺激。等一下。来，1年级的。先放松，嘴巴这样子，才会唱得大声，好不好？我知道康宇很爱唱歌嘛。不用讲。好。啊？哦，我们的评审刚刚才到后，来。我们的评审坐在那边哦，不要看他们，你们会很紧张。小朋友，你们要带来的自选曲是什么？大声的讲出来。你的喜乐是我的。用麦克风来大声讲出来，你们要带来什么自选曲？
好，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我们有要跳舞吗？要麦克风不要吗？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生活习惯了。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生活习惯了。我要赞美，无论何时或不何时，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知你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要不赞美，我要赞美，只要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生活习惯了。我要赞美，无论何时或不何时，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要不赞美，我要赞美，只要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我要赞美，无论何时或不何时，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要不赞美，我要赞美，只要赞美，我要赞美，要不赞美，我要赞美，只要赞美，我要赞美，要不赞美，我要赞美，只要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我们欢迎5年甲班。这么快？我还没有准备好呢。随机的吗？随机的就对了。好了，5年甲班。起来哟！加油加油加油！好的，五甲被 Q 的有点突然哦。你们准备好了吗？我知道你们还要 rap 嘛，对不对？有没有看到后面3个？3顿半。对。迟钝的在前面。五甲的练得很勤哦，每天都在我们隔壁热舞这样子。你们准备好了吗？五年甲班的孩子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要带来什么自选曲？你们的自选曲是哪一首？
大声一点吧。感觉好像你们爱的并不真诚哎。好，他们要带来那个指定自选曲是最深爱的主吼，真的很有导师的风格。哎，准备好了吗？来，深呼吸，深呼吸，深呼吸。来，他们要先演唱指定曲吼，你们要麦克风吗？好，接下来刚刚美女看完了，现在我们要看帅哥。我们第二首歌是《最深爱的主》这不是老师选的，是他们自己选的我只有出一首歌让他们选，他们就选这一首。所以也算是老师选的。他们很爱这首歌，我们今天来听一下，有动作哦。小朋友如果可以的话，跟他们一起来做这个动作，这歌你们都非常熟悉哈。他们说老师因为我们会紧张，所以他们需要找帮唱这样子。结果老师这样看了一下，好像没有人可以帮他们唱，所以老师就拿麦克风帮他们唱了哈。好，所以等一下你们会听到我美妙的歌声。好了，准备哦。有听过对不对？跟我们一起做动作好不好？好。奇妙恩典，老师已经提示一句了。奇妙恩典，奇妙作为，唯有你相反一切。奇妙听闻，奇妙作为，唯有你事事与同在。来，等一下。重来，老师手机有点问题。刚刚小朋友就熟悉这首歌了，有没有很熟悉？早上扫地的时候是不是这一首歌？对，好，来我们再听一次哈。放轻松，左右摇摆，奇妙恩典。作为，唯
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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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这一生永远的依靠。男生，大声一点。多么希望没有你，没有你，失去我。你是我这一生最爱你，我要爱你，爱你，永远的爱你。我要守着的一切，见你爱的感情，为了爱我，爱我永不改变。奇妙恩典，奇妙作为，唯有你，唯有你掌管一切。奇妙君王，奇妙作为，唯有你，唯有你，时时同在。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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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这一生最深爱的主。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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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这一生永远的依靠。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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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这一生最深爱的主。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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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这一生永远的依靠。爱你，爱你，你是我这一生最深爱的主。一起唱。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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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这一生永远的依靠。老板继续，他们还沉醉在当中，你已经成功的虏获他们的心了。敬礼，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帮忙。我必须要讲一下那个大字报怎么回事。好，我们感谢五甲为我们带来的表演哦，还有 rap， 有没有看到吕杰？有没有期待他会 breaking？ 他说母亲节他在表演，对，母亲节他要用肚子转，不是头转哦，用肚子转。肚皮舞是你啊？对，好，那个导师帮忙唱到大字报要扣分哦，很严格。好，接下来我们欢迎4年甲班。老师一定要讲一下4年甲班哦，4年甲班很拼，从上礼拜开始就在载歌载舞了，都把教室关紧紧的，会不会氧化碳中毒你们？来，我们3年级老师他们很认真的在练习呢，而且他们是唯2不唱诗歌的班级哦。预备，先微笑一下，先微笑一下，快点，看一下校长，给一个微笑，快点，你就有奖项哦。那些年路啊，
是妖怪手表，请大家站起来，跟我一起唱，一起跳。好，请小朋友站起来。思佳带来的自选曲是非常流行的妖怪手表。来，请幼儿园会跳，幼儿园在下虾了哦，你们不能输哦。来，请用妖怪手表打招呼，跟大家打一下招呼。来，你还记得吗？我给你们看的电影哦。来，快点，我知道你会。加分题哦，加分题。加分题。好了，忘了就算了，扣分。来。小妖怪快出来！妖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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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出来！快来吧快来吧快点快点出来吧，我们来做朋友。妖怪妖怪妖怪，哇奇奇奇奇怪怪怪怪奇奇怪怪妖怪哇奇奇。今天一大早我竟然睡过头，明明在梦中我早就醒过来了。为什么早上会这么想睡觉？为什么早上会这么想睡觉？啊啊啊！一定是因为妖怪喊我起不来了。What？ 怎么可以这样？那样呢？妖怪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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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叫妖怪快出来！妖怪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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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妖怪出来不出来？快来吧快来吧快点快点出来，我们来做朋友。妖怪妖怪妖怪，哇奇奇奇奇怪怪怪怪奇奇怪怪妖怪哇奇奇。哎，那么短，结束了。来，掌声鼓励啊！好，再次热烈的掌声鼓励哦。现在是演唱会的等级吗？全校都会跳是怎么回事？老师老了，哎。好，我们接下来下一个。接下来我们欢迎幼儿园。来，幼儿园小朋友，幼儿园也有比赛哦，不要小看他们哦。你们的品质在哪里？你们的礼节，不要小看幼儿园哦。你看他们还有道具，他们头上花，对。你们刚才跳妖怪手表太嗨了哦！你看幼儿园的道具很多呢，他们不想输。来，上面大哥大姐姐，你们觉得你们会输吗？会。你们会？来。好，幼儿园的小朋友准备好了没？准备好了没？好了。大声一点，好了吗？好，掌声欢迎幼儿园，拍手啊！来了哦。练习哈，是发声练习。他说他要先吓你们。你看许少奇有写轮眼呢。轮眼。他只有开一眼而已哦，开两眼就完蛋了。
好，接下来幼儿园小朋友带来他们的自选曲后，他们野心很大哦。他们要带来童谣组曲，他们有 remix， 然后又有道具。你看，有铃鼓，还有鼓棒。来，准备好了吗？好，各位小朋友精神很好呢，你看有写轮眼就不一样，真的声音很大声。你们这些国小部的要加油了，赶快自己开眼好不好？自己开一下，真的写轮眼。我们欢迎3年小蛙。好，接下来是三甲，人最多的三甲。我必须说，三甲来势汹汹啦！上次歌唱比赛还记得1、2名都是哪一班？都是三甲后歌王，2代歌王都在这一班哦。你们要麦克风吗？需不需要麦克加？还是要有人帮你当辅？拜伦，你要不要麦克风？我听说上次你没拿麦克风，你有生气哦。哎，你要不要麦克风？好，你们的自选曲要带来哪一首歌？你们自选曲是什么？幸福的脸吗？痴痴呆呆的。来，好，准备好了吗？我放后面。哇，
好，接下来我们要表演的是幸福的脸。好，包比的那个为什么表演的时候要戴口罩呢？先拿掉一下，口罩先拿掉。对，我们在表演，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没有戴口罩，来，口罩拿掉哈，来，预备。好，这首歌听说幼稚园的小，读很多小幼稚园的都会唱歌哦，来，会唱的一起拍手。幸福有没有在我身边？怎么一直看不见？幸福有没有在你那边？让我看看他的脸。那里寻找了好多遍，只有温暖的旁边。爸爸的幸福就在镜子里，那就是我快乐的脸。老师说，如果欲望能够少一点，快乐就会多一些。爱是地球给我们的资源，随时记在心里面。我用善良礼貌的双眼，发现大家幸福的脸。家里已经找了好多遍，除了温暖的房间。爸爸的幸福就在镜子里，那就是我快乐的脸。老师说，如果欲望能够少一点，快乐就会多一些。爱是地球给我们的资源，随时记在心里面。我用善良礼貌的双眼，发现大家幸福的脸。如果欲望能够少一点，快乐就会多一些。爱是地球给我们的资源，随时记在心里面。我用善良礼貌的双眼，发现大家幸福的脸。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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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大家儿童节快乐！好，掌声鼓励，你们幸福少女要笑哦。你们感觉很勉强呢。被老师逼到有点不太幸福。怎么听起来有点悲伤？哎，好，那个三甲表演完了后，我觉得应该还是要让他们拿麦克风哦，要不然有一个人不太高兴，哎，跟我说我不参加了，哎，这样子。好，接下来下一班是我们欢迎2年甲班。来2甲，哎有3个男生呢，3个傻瓜。来，2甲，来，你们先敬礼，老师在访问。大家好，我们是2年甲班。好，掌声鼓励啊！来
爱哭鬼，你们今天的自选曲是什么？爱哭鬼吗？是光明之子。哦，要唱光明之子，不是爱哭鬼哦。今天放手再放一次哈。好，你们要麦克风吗？不用哦，会很大声哦。准备好了吗？发现二甲来势汹汹，但是很不想输的，加油，继续。是
感觉大家都被吓傻了哦。指定曲的部分，第一班有带动作的，而且第一班有合音的。学姐，你们的课照都在练舞，对不对？你们的课照都在练舞吗？很完整的表演啊，很好哦。哇，你们要输了，因为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我们6年甲班。哎，来，6年甲班的出来啦，穿那么美。好，最后一班是我们的6甲吼，一样指定曲没有练。好，但是他们有练他们自选曲后，为了自选曲，他们还有拉头发。来，牵手哦，啊，都身高出现男生第一个。拜托，最矮就站在旁边嘛。来，自己好不好？自动。好，6年级要带来的自选曲吼。好了，老师很心机，我们是唱那个阿密特的《彩虹》，他们自己选的。然后这次我们有混别的东西进去。好的，来专心看我们的表演哈，谁吵就打谁。准备好了吗，小姐们？对，指定曲先。之前怎么这样，颜色都发黑了？好，他们要带来他们的自选曲哦，他们很紧张，因为我们昨天才练的。我们昨天早上乐乐棒，下午才练歌的哦。情绪的地方。
刺耳声响，你用彩虹的浪漫温柔包装。好，我们班的小姐先生很害羞后青春期了。好，相信大家在经过比赛之后很紧张，然后也很累了后，我们的评审还在打分数，所以说我们先休息5分钟，等候我们的评审。要上厕所的、要喝水的，请赶快，现在开始。